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到台北市大龙帮保安宫祈求依循保安这个保城大帝，帮助台湾度过疫情，嘛亲身帮这个放火狮来开工点眼。啊，这放火狮的仪式，上万支的蜂仔炮喷发，代表驱邪辟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鲜花素果手举清香，诚心参拜总统蔡英文，拜访100年历史台北市大龙帮保安宫，高拄着保城文化节。乾隆7年放火狮是在清朝就有了，它是用竹子做成一个竹胚，上面贴了很多彩色的纸，里面放了这个炮，一点五光四射所以是很漂亮。放火狮可以把这个瘟疫消灭掉。 这个火狮有来历，昨日师傅李清营手工制作的，由总统亲身开工点眼。伊来讲，传统工艺代代相传，可能这所火狮爱被化掉。蔡总统一直讲，实在真唔甘。3、2、放火狮是古早送走瘟疫的仪式，有放蜂仔炮，秘书是甲一季修建，就希望讲传统民俗会使安定民心，嘛为当前台湾甲新冠肺炎之间带来力量。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